新地西沙呢個項目就位於西貢14鄉，唔係單一或者得幾棟，成個區域都有新地發展，係一個超級巨型嘅綜合發展項目。新地由買地、改用途、補地價到起，經過近30年嘅時間，耗使咗200億打造出嚟嘅西沙王國。因為發展商有好多資料未上啦，所以要拆開幾期或者10幾期嚟講。先講下成個西沙項目嘅大概資料。項目佔地嘅面積約805萬平方尺，集住宅、商業、運動、娛樂於一身。單計住宅可建嘅樓面面積大概係651萬平方尺，可以興建46棟16到31層高嘅住宅大樓，合共提供9700伙。講數字就冇乜感覺，講個規模就等於一個沙田第一城。沙田第一城係幾個發展商合力去起出嚟嘅，而西沙就新鴻基獨資去開發嘅，所以係值得期待。用航拍機由高處向南望，呢個地方有山有海，除咗佔地超過130萬平方尺，集合咗運動、消閒、娛樂嘅綜合地標嘅高柏多元化運動公園之外，隔離咧有13萬平方尺嘅水上樂園中心高柏 Aqua， 再加埋住宅屋苑本身有140萬尺嘅會所，都係新地歷年嚟最大型嘅會所，提供唔同嘅設施俾住客去體驗。呢啲設施會分階段落成，我估應該所有期數共用，所以我個人覺得呢度係一個比較適合退休享受生活嘅好地方。現時有機會就嚟賣嘅史埃瓦斯就係屬於呢個項目嘅1A 期嘅第2期，位於西沙海影路8號，分4座大樓，停階梯式分佈，最矮嘅16層，最高嘅31層，總共提供781戶，實用面積由279尺去到1021尺，戶型涵蓋1房去到4房。計嘅關鍵日期係2025年嘅12月1號，大概係7個月嘅樓花期，都係一個好短期嘅樓花。一排個嘅戶型分佈，我自己研究咗一下，整體戶型係偏細。假設我係一個退休人士，你諗下你住嘅地方有咁多玩樂嘅設施，即係你唔買翻啲架撐就侵唔到入去滑板。想打歌一定整些高爾夫球，除咗揸車你會踩單車，隔離有個海，你簡單揈幾支魚缸去釣下魚都係幾舒服。呢啲架撐點都要有啲空間去儲存，我就覺得畫大啲係好用少少。當然一分錢一分貨。另一個缺點，沿用翻以前嘅圖則設計，所以有時你房出面會多咗一嚿工作平台，整體嘅利用性嗰度就差咗少少。景觀上最主要分3個景啦，內景、單景、外景。因為成個項目一排過，最主要睇翻本身單位嘅樓層同埋坐向，就可以決定你望到啲咩。交通咧最主要都係靠巴士或者自駕，1程5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去到烏溪沙，都有一個商場街市可以買嘢。再去遠啲，大概搭10到15分鐘嘅車程到大學或者沙田，會多啲嘢食，多啲嘢買啦。因為未出價，喺價格上可以參考2個地方。近嘅就有2個屋苑，一個就係帝琴灣同埋海琴居，98年或者97年入伙嘅，圍起上嚟大概20幾年。現時嘅成交大概係8000去到1萬之間。另一個值得參考嘅就係烏溪沙站2手屋苑，大概11000去到14000蚊尺。成個懶人包就講到呢度，你覺得新地會開咩價錢先叫吸引？可以留低你嘅諗法。我係 Louis，我哋下期見，See you。